大家睇到個海景係咪好靚呢？呢度呢就係位於喺西貢香港後花園清水灣道嘅坑口永隆路啦。你好，我係西貢 Frankie。今次帶大家呢就係嚟到呢一度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呢一度嘅環境非常之有法國風情係咪？因為呢係非常之罕有純別墅區啊，低密度嘅豪宅別墅啦，望到咁開揚嘅海景，呢度環境非常之寧靜優美噶。而今次咧，我要報告嘅咧就係呢一個喺我右手邊嘅中林別墅啦。咁呢度咧屬於一個排屋別墅式嘅設計啦。而今次一間商務屋，建築面積2325尺，實用面積1702尺啦。原則嚟講係3房套房定工人套房嘅設計。本身有自己嘅車房啦，上去有平台、天台，大部分咧都係背山面海噶，非常之優美噶。成交價係2400萬。而呢一單嘅業主，咁佢係放埋租添，88000蚊，所以你可以見到呢，屬於一個投資者購入而係出租嘅成交嚟噶，亦都可以見到而家市場嚟講呢，成交係比之前明顯呢旺盛啲嘅，而亦都有相繼呢唔少嘅投資者呢係入市啦。之前嚟講可能係集中喺啲比較中下價樓宇嘅成交啦，咁但係最近呢，我哋睇到呢，無論係啲千零萬甚至去到2000零萬嘅村屋或者係別墅呢，都陸續呢有投資者買入收租嘅用途添。好，咁我報道完呢一個嘅成交呢，當然我報一啲筍盤俾大家啦。同樣呢，都係介紹呢一間係中林別墅嘅商務屋啦，佢嗰個位置呢，更加比呢個成交呢再前少少嘅位置。所以呢一個海景咧更加開揚嘅，建築面積同樣都係2325尺，實用係1702尺啦。咁啊裝修唔錯嘅，佢單位嘅特點嚟講咧，都係比較高啲嘅樓底啦，雅致嘅裝修。咁啊而家個叫價係2980萬嘅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約我西貢 Frankie 睇睇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咁啊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。我哋區裏邊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歷史噶啦，分別就有3間嘅分行，西沙路分行啦、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清水灣澳龍分行。咁我相信我哋嘅資深同事咧，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噶。尤其而家租售非常之活躍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頻道，等緊你啦，拜拜。啲仔女都大晒啦，咁我都可以出返嚟做嘢啊！其實呢區我都好熟啊，我都應該得嘅。喺呢度做白紙呢都唔驚，會有人教你，仲唔使擔心自己一個人食 lunch 㗎。仲諗咩啊？我哋得，你都一定得。加入奇峰，展開異志人生。